大家好，我係2024優秀教師選舉教學組得獎者鳳溪創新小學嘅吳凱旋老師。我哋嘅主題係從探索經典七步詩去領悟呢個孝弟之道。咁其實自從我哋學校整合咗換咗新書之後咧，咁我哋嘅課程主任同埋科主任咧都進行咗一個古詩文學堂嘅一個改革。咁我哋結合翻孔子嘅呢個7個層次，唔同嘅年級有唔同嘅主題。咁啱2年級咧，其實我哋嘅主題係孝為主。咁其實喺上學期嘅時候，佢哋嘅孝主要圍繞住家庭啦、家長長輩。咁嚟到下學期，佢嘅主題就圍繞住兄弟姊弟之間嘅相處嘅。都想借呢個課題去教翻小朋友同屋企人之間嘅子弟之間嘅相處啦，包括嚟到我哋嘅大家庭喺學校裏邊點樣同同學之間友好咁去相處咯。普通我哋教授一個古詩嘅時候，我哋會分2步嘅。咁第一步就係要去賞識古詩文章內容啦。咁喺早前我哋會運用一個 VR 嘅虛擬實境去進行咗啲解詩、讀詩同埋了解詩人背景嘅啲學習嘅。咁而到今次我呢一堂咧，其實主要係由將個古詩文學我哋古為今用，將佢延伸到我哋依家嘅一啲發展，包括佢哋嘅生活經驗啊，同屋企人相處、子弟相處之間嘅經驗做結合。然後再嚟到學校之間同同學仔相處嘅一啲經驗分享，可能係啲開心嘅事情，都可能係啲唔開心嘅事情、矛盾咁樣，咁去進行一啲嘅分析，用一個同理心同埋一個孝弟嘅一個理念價值觀，去教翻佢哋點樣去相處或者去處理一啲咁樣嘅矛盾。咁到最後我哋都會有一個承諾嘅，咁同學仔會喺個書籤上面寫低佢哋嘅承諾啦，可能之後會點樣去做啊？古詩文學堂最後咧都有個家長評估嘅環節啦，去進行一個整體嘅一個評估。咁然之後，最後我哋課堂其實有粒豆，咁其實上面就刻住2個字嘅，咁就係孝親。咁就希望咧因為7步詩都少少同個豆有關嘅主題，咁你就延伸到呢個啦，咁令到小朋友可以帶住呢個種子，咁將呢個孝弟之心種喺佢哋嘅心裏面，咁翻去試下去種植，咁都好開心見到啲同學仔咧嗰個豆嘅種植效果都幾唔錯，咁有啲都生得幾高，咁都會分享影相同全班咁嘅分享咁樣咯。咁其實喺講呢個主題之前，我都有試過全班咁嘅訪問。你哋有冇人試過同屋企人、姊弟妹有啲唔同嘅拗撬咁樣嘅？咁其實有都不少人會舉手去反映咁樣啦。因為裏邊有個課堂好得意嘅，就係我要佢哋打返俾過去嘅自己。咁我學咗呢個7步詩咯，我知道了解咗屋企人，知道有矛盾嘅時候個心情係咁樣嘅喎。咁然後以依家嘅自己打返電話俾過去當時發生矛盾嘅自己嘅時候，咁你會點樣去勸解呢？咁都見到佢哋都會有一個成長嘅，就係諗下我學咗啲乜嘢，用啲乜嘢嚟去勸說過去嘅自己。所以小朋友可以喺呢個過程中由各方面嘅角度去入手，唔單止淨係自己嗰下。所以呢個事件見到同埋同學仔嘅成長係幾有趣嘅。其實都好開心，今次可以攞到呢個獎啦。咁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肯定嚟嘅。咁喺個途中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幫助啦，包括我哋嘅課程主任啊、校長啊、科主任咁樣。其實古文裏邊有好多唔同嘅精髓啦，有好多唔同嘅價值觀都好值得我哋學習嘅。所以我想嚟到呢度，以我依家自己嘅角色，可以繼續將呢啲古文更有趣嘅方式去呈現翻俾學生，令到佢哋唔淨係覺得古文就係要背，要去知道意思。理解詩人嘅感情就咁完啦，唔係嘅，而係我哋可以將佢延伸去延續到我哋依家，並且將佢運用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去令到我哋嘅價值觀有更加好一個學習同埋升華。